403首，主找牵我，咱请思琴。
兄弟姊妹平安。咱上帝是真神，请用敬虔的心，甲你手机关起来，也是放静音，来开始今仔日的聚会。什么款人会当上上主的山？什么款人会当入伊的圣殿？就是手清气、心纯洁、无拜偶像、无随便就抓的人。这款人会受上主祝福。上帝要拯救伊，宣判伊无罪。这款人祈求上主到哪国的上帝面前来条件伊。敬兄弟姊妹，咱开声来吟新信诗125首来敬拜主，请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同心来祈祷。阮的阿爸爸上帝啊，阮感谢你，你的公义掌管宇宙万象，你阁有听世间人相思独生圣囝主耶稣，真做阮脱离罪假死的拯救，阮真感谢主，相思满满的恩典。阮感谢主耶稣，你是美妙的君王，你做我的模范，赐阮新的性命。不过，阮有时信心无够，无好无压好你的榜样，有时会自私，有时怨恨别人，有时讲别人的歹话，有时祈祷凊彩无照你的旨意。阮求主来怜悯，来赦免阮的不义，互阮会当得到清洁，得到完完全全的拯救，要来离这个世间来做光做盐。主啊，阮来求你来光照这个世界，互遐个无公义、无自由、无平安，也是人的性命拄着危险的所在，有你的医治来领教，有你的拯救来领教。主啊，阮的社会嘛有真侪危险，有天然的灾害，阁有政治的冲突，有经济无稳定，嘛有侪人无认捌主，做毋对的代志。主啊，阮求你来赦免这个土地，求你施恩来保护，求你伸手来照顾，互阮离这个所在有平安，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得到你的疼痛。嘛求主你来看顾每一个信徒，病痛得到医治，事业学业顺利，人际会当和谐，信仰会当日日进步，生活有活出救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咱来知公园教会，互世间人会看会到，是一间有主你同在的教会，会当来归荣光互你。阮伫你的面前摆咧阮的感谢恳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做伙来刻印文第20篇，是诗篇第90篇。我来刻，会众请大声来念。主啊，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大地甲世界也未造成，你永远是上帝。你互土做的人归回土粉，对你来看，1000年亲像过去的昨日，一声，你用汗水甲人冲走，人生亲像一场美梦。早起时发起来无声，我因为你的受气消灭，你将我的罪过摆伫你的面前，我的日子拢伫你的受气下过去。阮的岁数不过是7节，阮得到的不过是劳苦忧愁。啥人感受袂到你受气的威力？求你教阮会晓算数家己的日子。上主啊，你啥物时才要改变心意？求你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你互阮一生有偌济艰苦灾难。求你互你的仆人
看见你的作为，主阮的上帝啊，大声，求你互我一切的工作顺利，求你互我所做的一切平安。来强守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3章第4节到14节，这是使徒保罗的批信。圣经安尼讲，若讲要瓦克礼仪，我嘛话；若有人想讲伊会当瓦克礼仪，我搁较话。我出世第8日就受割礼，是以色列人，属便雅悯支族，是纯粹的希伯来人。对守律法来讲，我属法利赛派；对日神来讲，我是教会的迫害者。对守律法来正做伊的标准来讲，我拢无啥物通嫌。毋过，以前对我有利益的，即马因为耶稣的缘故，我甲伊看作损失。毋若安尼，我真正看一切做损失，因为我看入捌我的主耶稣基督做上宝贝。为着伊，我放下一切，看万事做粪扫，是要得到基督。完全甲伊结连，无阁有迄款靠家己守律法来得到的意义。我现在有的意义是通过信靠基督，是根据信来得到上帝所赏赐的意义。我所爱的是认捌基督，佮体验伊佮我的大能力，甲伊做伙受苦，经验伊的死，毋望家己嘛会当对死佮我。安尼毋是讲我已经得到，也是已经达到目标。我继续直直走，毋望通得到啥，其实基督耶稣已经得到我。兄弟姊妹，我无想讲家己已经得到，我只有专心一项，就是袂记伫后面的事，拍拼、追求头前的事，目标直直走，为着要得到啥。就是上帝通过基督耶稣，带我去领受迄个对顶面来的画面。赞美，咱圣歌队要献的诗是：人生的路有主引带。
感谢信歌队的赞美。可能有人心情真艰苦、真生气，还是真有忧愁。毋过爱知影，咱的上帝要带路，要带阮活出有价值的人生。即马讲道要来请本堂赖尚明牧师讲题，就是活出有价值的人生。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天堂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伫人生的过程，阮知影有主你引带阮人生的道路，互阮的性命一生会当跟对主的脚步。求主的圣心，即时甲阮三个伫底，互阮会当听叹主的话语，会当活出上帝你伫阮人生中上大的意义。阮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圣尊名，阿免。我想起头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认为人生中间真正的意义、价值是啥物？毋知咱家己敢认为讲家己的人生已经找到意义甲价值，会当举手无？几个举手啦吼。咱在座敢有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会当举手？有较侪人啦吼。所以安尼表示讲。基督徒嘛，无一定找到家己人生的价值甲意义。可能咱拢咧思考，咱的一生中间，咱到底为着啥物来活？咱可能拢咧思考，咱一生活的目标是啥物？可能咱自爸母生落来，咱心内会想讲，就无法度啊，就已经生出来啊，嘛无法度搁踢转去老母的腹肚内底。所以，咱会想讲，咱的人生可能有的人感觉真艰苦，就已经无法度来改变，就头洗的身躯嘛爱直咧洗。或者是讲，咱的人生，咱会感觉讲，就无法度家己自我决定家己的性命，所以无法度就只好活落去。总是我想要讲，如果咱的圣经，上帝甲咱讲，咱的人生。是真有福气、真有价值、真有意义的。那安尼来讲，咱人生活的意义到底是啥物？上帝看世间万物创造拢是美好，当然这包括咱人的性命，上帝嘛看是好。总是为虾米有的人的人生活了，伊感觉真好；有的人感觉人生真艰苦。咱的人生是毋是有一个更较要紧的目标，是值得咱来为这个目标来迈进、来跑走？咱会当来做伙思考，伫咱目前的人生，咱到底为着啥物来活？是为着咱的亲人、爸母、囝儿，或者是为着赚更较侪钱？为着咱的名声、地位，还是学历？健康，或者是知识。假使讲，今仔日咱大家一张纸，爱咱写咱家己人生上有重要、上有价值的10项的目标。写落来了后，上帝将咱的这个人生的目标一项一项拢摕走。请问两位兄弟，咱的人生敢阁有信心、勇气？来活落去。这个活动其实伫社青的团契中间，嘛捌安尼做过。伫一个活动的过程，主理就邀请在座每一个青年写出家己人生的价值甲目标，写几项拢无要紧。总是这过无偌久，这个主理者讲，你家己的这个人生目标，除掉算剩5项，哇！咱的心内感觉哇，安尼真恶毒吼，这拢是真要紧的代志。总是无拍算，最后伊讲，如果咱人生的价值的计划，只有会当留一项，你要留啥物？可能咱会想讲，哦，
这伤困难啊啦，伤侪遮侪代志，我拢真看重。我厝内的人，我的工课，我的健康，我所要过来要买厝，要计划要买车，啊若遮的物件拢除掉，安尼活咧到底有啥物意义？可能咱会想，其实到最后，咱唯一会当留的物件，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咱人生的目标。就亲像今仔日，咱的圣经，使徒保罗甲咱讲，咱着爱活出真正有价值的人生。咱每一个人的出世，其实拢有无同款的背景、经历。总是伫即个世间，咱知影有的人是靠关系来生活，有的人靠家己的老爸是政府官员，或者是人物某物人，所以伫做兵也是伫工课的过程，伊拢真顺利。有的人认为会当靠关系来办代志，所以伊就去聚集一寡牛人、一寡有关系的人，甲伊博感情、博关系。至到互伊的人生会当较快活。有的人是靠钱财来过活，靠着家己的祖先有这功德，厝内真有钱，所以伫伊的人生的价值观，伊就认为讲，只要这个世间有钱，无有啥物做袂到的代志。所以较早的新闻嘛有讲一寡少年人为着无要做兵，开钱去安那买即个重大伤病卡，为着就是会当得闪即个兵役。所以任何代志，有的人认为讲，只要有钱，拢会当来解决。所以因为安尼人生有钱甲有权，成做真侪人人生的独特的目标甲价值观。即款的人生，咱讲叫做啥物？靠势的人生啦，所以有人拢讲，即个人足靠势。毋过，咱的人生敢真正所有的代志，拢会当靠金钱、靠关系来解决问题？我想，这无拄拄啊是安尼。咱古早时有一句话讲，即个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总是无一定是金钱会当买会转来。咱甲厝内人的关系，囡仔大汉，这个代志。嘛，毋是金钱所会当搁买转来。另外一句话讲：“千金难买早知道。”咱来讲，若早知影，大家人拢变好野人。这个台积电即马起价1000块，若早知，我着买10张。毋过即马着已经无法度。总是圣经嘛，甲咱讲，这拢是世俗的价值观。人若趁着全世界赔上家己的性命，有啥物利益？咱人会当用啥物来换家己的性命？咱就算趁着钱财财宝，咱有济济遮个关系，总是一个意外的发生，一个灾难的发生，咱失去了家己的性命。遮个钱财、遮个关系，嘛拢得咧丧失。所以若安尼讲。咱人活的到底是要活靠啥物？咱的旧约圣经撒迦利亚书第4章第6节，安尼甲咱讲，毋是活靠势力，毋是活靠才能，乃是活靠我的灵，才会当成就代志。上帝意思甲咱讲，咱毋是靠势，咱毋是靠遮个人际关系，咱毋是靠经济遮个钱财万物。咱是爱活靠上帝，所以伫今仔经文腓立比书第3章第4节，保罗嘛甲咱安尼提醒讲，若要靠肉体，我嘛会当靠肉体。伫即个圣经台语汉语本的翻译是，若要靠礼仪，我嘛会当我靠礼仪。所以伫遮保罗伊要强调的，毋是讲伊靠伊的外表，伊的高强大汉。嘛，毋是靠伊有啥物即个势力，意思是讲靠伊是犹太人的即个血统，因为咱知影过去以色列民族因认为家己是犹太人，犹太人的即个血统，直到上帝竞选因，互因是真做得救的民族，
所以最后，伫即个圣经创世记10章12节到14节，才嘛有讲，上帝甲犹太人立约，甲伊的百姓立约，就是伊的子民就爱行割礼来分别罪性。所以保罗讲，若是伊要用即个礼仪、即个规则来讲，伊本身就是犹太人，伊嘛是有即款的身份，伊会当高举伊家己的即个民族。总是，若毋是犹太人，因会感觉讲因是无圣洁的。保罗甲遮犹太人提醒讲，这不过是外在的礼仪尔。有行割礼，无行割礼，这毋是上重要。因为上要紧的，其实是爱倚靠上帝。所以保罗就提醒讲，伊无夸口家己的血统经历，因为迄当时的侪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因拢是经学教师，因亲像伫即马现在的大学的教授，有真悬的即个学历，受到社会真大的即个看重。所以保罗讲，若要安尼讲，伊嘛是有即个资格。伊是犹太人，伊本身嘛是经学教师，所有的身份地位伊拢有，总是伊看遮拢无算啥物，伊认为遮毋是人会当夸口的代志。人只有会当夸口是倚靠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认捌耶稣基督，才是人生上大的目标，赢过其他所有的目标。保罗放弃伊过去掠做公用的这价值观，伊无过靠世，伊是活出靠主的人生。所以，各位兄弟姊妹，请问，为什么保罗伊的性命会有遮尔大的改变？保罗性命改变的关键伫啥物所在？其实真要紧，就是伊的人生拄到耶稣基督。亲像旧约的约伯，咱知伊过去伊的处境嘛是真富裕，有真侪财产、羊群遮个伊所赚的遮个家庭的财产。总是上帝考验伊，将伊的遮个家产一个一个摕除去，最后连伊家己本身伊的肉体嘛受到灾害，患太哥病，规个皮肤拢烂了了。总是即个约伯，伊无因为安尼就来埋怨上帝，嘛无因为安尼来离开主。伊最后甲上帝讲，伊过去捌听见上帝的名，即马伊已经亲目看到上帝。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伫咱的人生的过程，咱是毋是犹原会亲像过去的保罗共款？有当时，咱会陷入自我中心，甲掠家己最高即款的陷阱中间，甚至咱不知不觉，咱就开始诚做反抗基督、假冒伪善的遮个教师。亲像保罗伫拄着主耶稣进前，伊是一个真敬虔严格的律法教师。总是保罗讲，若要用守律法、行律法来讲，伊绝对是第一名。总是伊毋若守律法，伊阁赶鬼，赶啥物人？赶遮个信主的基督徒，因为保罗认为，遮个军队主耶稣的基督徒拢是异端，拢是属魔鬼的。所以伊毋若守律法，伊阁行律法，要除掉遮个无倚靠上帝人。总是当主耶稣甲伊显现的时阵，保罗的性命180度改变。伊放弃伊过去掠条毋肯放落的遮个价值，就是遮个血统的身份。伊是纯正的以色列人，伊嘛是罗马公民，伊有遮个条件，有遮个好处，伊拢会当享受。第二点，伊放弃伊的知识财物，伊是犹太律法法利赛派真高的老师的学生。换话来讲，伊对旧约圣经拢真熟，亲像即马来讲，可能就是代即个法律系教授的博士班的毕业生。
所以呢，以现代社会来讲，保罗伊敢若即2点，伊就会当伫即个世间真好诶食穿啦。总是保罗拄着主耶稣了后，伊放弃伊认为最牛、最好诶遮个条件，伊发现到伊过去掠最牛诶遮个人生诶价值观，其实是错误诶。保罗真显然是一个注重目标诶人，伊诶达成率100%。那即马诶企业家来看，伊绝对是真厉害诶 CEO 啦。伊要做诶代志，伊绝对拢做会到。总是当保罗甲主耶稣面对面诶时阵，伊甲发现到，伊过去掠最重要诶遮个目标，其实是错误诶。伊嘛明白到主耶稣诶心意，毋是爱伊固守律法，是爱实践律法诶精神。就是毋单单爱敬畏上帝，嘛着爱疼人亲像家己。过去保罗过头自我中心，认为家己所做拢是对，结果无想到，伫主来看，反倒是毋对。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伫咱的人生的过程，咱会当好好思考，咱敢捌亲像保罗共款，咱拍拼一世人，用心。伫咱的事业、家庭，一切咱认为有价值的代志，总是咱发现到家己所跑走的这个目标，其实方向毋对。那安尼，现在咱即马要安怎？举例来讲，今仔日咱若伫新竹市政府要办一个马拉松比赛，咱有个人真爱走标，这个比赛。这个奖金100万，这个大家可能会真有兴趣啦，就讲哇，安尼我要来参加报名要比赛，这个条件无分这个时间，只要你走到这个终点站，你就会当得到100万，那安尼，敢有要参加？大家可能换着咧举手咧。拼命嘛是爱走啊！为着这个100万，当然用拖嘛爱拖去。安尼拼死老命，安尼走，走到这个南寮渔港了后，哇，真欢喜，走到目标啊！结果无拄，我今年的这个目标改变的是该去迄个竹东的火车头。我安尼规个拢乌烟去啊！走几十公里，结果走毋着方向。总是即个比赛讲无限时间啊，你只要走会到就好。那安尼，你要安怎做？要放弃还是继续走？若是我当然嘛是越头即个竹东开始走啊。反正走2年3年嘛是爱走去。为着即个100万，为什么咱愿意安尼做？因为看到即个100万的价值啊。毋过即个价值是俗世的价值、金钱的价值，毋是永远。咱的人生的目标，咱若敢若有看到暂时的价值，咱可能嘛是安尼拼命，就要去甲完成。总是咱若有看到更较大的价值，是赢过金钱这个价值，这叫做属天的价值。咱就算咱走毋着方向，咱发觉到咱方向毋对，咱是毋是嘛应该爱越头改变方向，向着这个目标来迈进来跑走，趁咱阁有一口气。趁咱的人生性命阁活的时阵，咱赶紧来改变方向，对的方向来迈进。这款的改变叫做什么？其实就是咱信仰中间真要紧的，要甲咱提醒就是性命的悔改。咱的人生可能过去咱掠家己的目标最要紧，总是今仔日咱看到更较要紧的目标。是有永远的价值，咱着爱改变咱的性命，改变咱的方向，向这个目标来迈进。要向什么目标来迈进？真简单，就是向着耶稣基督，为着咱指示的方向。耶稣基督已经甲咱明明指示人生的方向。伫圣经约翰福音14章第6节，遮甲咱讲，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毋是通过我，无人会当去爸的道。”这个爸就是上帝。
咱若人生要得到永远活，只有倚靠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已经为着咱受定十字架，开即个人生的道路，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咱的罪得到赦免，咱的人生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咱的人生因为主耶稣，才会当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过去咱可能为着家己、为着别人、为着即个世界的物资来生活，总是咱爱知，这拢是暂时的。就算咱得到一切，咱的性命若失去，这一切拢是空的。咱的人生就爱为着主耶稣来活，就亲像使徒保罗拄着耶稣基督同款，伊的价值观完全改变，嘛亲像受苦的约伯，就算伊的人生拄着侪侪艰苦。伊厝内的人一个一个离开，伊的财产拢失去，伊家己本身嘛受到皮肤的攻击，得到皮肤病，总是伊无失落对上帝信心甲倚靠。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什么是真正属伫天顶的价值？其实就是永远袂改变的代志，袂互偷去，袂互抢去。袂受到这个战争物资的这个波动来失去伊的价值，袂对咱的年岁来加天失去这个价值的过程，嘛袂拄着因为咱的性命来消失，就来失落去。所以，这个世间到底什么物件遮尔有宝贝，遮尔有价值？有，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用伊的性命当价，为咱赎回永远活的性命。咱的性命，耶稣看做是世间上宝贝的一件事，所以至到耶稣伫咱还未出世之前，伊就愿意无条件、无计较任何的代价，来伫这个世间为咱承担苦难，互咱明白到咱的人生其实是真有意义、真有价值，毋是无拄好来伫这个世间，嘛毋是来伫遮享受。几十年了后，就转去，就失落，进入黑暗的世界。咱的性命是上帝看做要紧，是将来要互咱的性命可以当延续到永远活的性命。所以耶稣伊愿意为着咱每一个人，伊甘愿来伫这个世间来受苦，为着互咱明白，互咱知影，咱世间一切的苦难拢是暂时的，咱只要倚靠耶稣基督，咱人生的一切的艰苦拢会过去，更较要紧，咱来活出为主，来得到永远活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互咱看到人生的意义了后，使徒保罗伊嘛因为拄着主耶稣，伊明白这款的道理，伊就安尼甲咱讲。伊讲，毋若安尼，伊真正看一切做损失，因为我看认捌我的主耶稣基督做宝贝，为着伊，我放下一切，看万事做粪扫，是为着要得到耶稣基督。所以保罗伊放弃伊一切过去所要争取、要掠掉的这个权利、这个关系，伊独独为着主耶稣来活。今仔日伫咱的社会中间，嘛侪青少年，毋知影家己为虾米要来伫即个世间，嘛毋知影家己活的目标是虾米，所以因放纵家己的欲望，因想讲人生短短无几十年的时间，既然人生拢是短暂，若是安尼，咱是毋是着好好享受？反正死就死，至少有享受过。所以，至到这个社会的青少年的犯罪愈来愈多，啥物代志拢做会出来，因为因找袂到人生的价值甲目标，因毋知影因活的是要为着啥物，因只有放纵家己的欲望，甚至曲解人生的意义。咱可能会抓做这款的问题，是因为因毋认捌主耶稣，其实并毋是完全安尼。因为伫拄遮个问题，咱嘛知影，并毋是所有的基督徒拢会当找到家己人生的目标甲意义。就算咱来伫教会，就算咱信主了后，
咱若真正无真正拄着耶稣基督的疼，咱的信仰的生活其实嘛会活足艰苦，嘛若亲像形式共款，嘛形像咧行礼仪共款，咱毋知影这意义是啥物。就亲像过去，伫我的人生的中间，我搁咧上班的时阵，我是第4代基督徒，我的老爸是教会长老，自细汉伫教会大汉，受信主，我细汉就伫教会服侍，嘛参加即个儿童的主日学，听过侪故事。伫国小5年加入圣歌队服侍，国小毕业，因为迄当时主日学拢爱读罗马字的圣经，所以国小毕业我就得到一本全罗马字的一个圣经，嘛会晓来学即个罗马字。大汉了后，佮担任青少年团契的会长，嘛做过敬拜团的即个团长。退伍了后，受选做教会执事，伫即个做团契的过程。只要我想要找头路，拢毋捌浪旁过。最后进入大间的电子公司来服侍，侪年的时间。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可能会认为讲，哇，即款的人生真正是上帝大大的恩典赐福，这就是基督徒上大的价值。人生的目标就是应该爱安尼。上帝恩典赐福满满伫我的身上，总是无拍算。伫大家看起来人生真顺利、真高峰的即个过程，我既然失袂家己，我既然找袂到我人生价值到底是啥物，我感受袂到我人生活的目标是啥。我有稳定的家庭的生活，拜6礼拜拢有教会真充足的服侍，稳定的职场的工课甲收入，至到伫我结婚之前就已经。欠要300万的这存款，安尼敢毋是真好？大家拢真心善，总是我找袂到人生到底搁来要往啥物方向？我就亲像古约的先知以西结，坐伫即个加巴鲁河边，伫遐怨叹，伫遐吐气。我问上帝讲，到底我活的意义是啥物？伫迄当时，我是坐伫。即个高雄的即个南仔坑吼，即个后岩坑遐，伫遐思考，毋是伫巴比伦啦。因为我问上帝讲，希望我伫细汉就伫教会大汉，总是我毋知影为虾米我的一世人要活的，我毋知影我做工课意义是啥物。我认为上帝拣选我，互我成做基督徒，应该有较要紧的目标。所以当我安尼主祈祷时阵，上帝回应我的祈祷。上帝甲我讲：少年的，你坐伫遮咧创啥？我互你即个世间的稳定敢无够呀？起来，我要差遣你去到需要福音的所在，你爱去为主传福音。当我感受到耶稣基督对我的呼召时阵，我才明白人生真正的价值甲意义是啥物所在，就是爱去互万人认捌耶稣基督，得到上帝的赐福，还是用耶稣基督的性命来影响更较侪人的性命。我甲深深体会到，我是遮尔不配，我是一个罪人，总是有缘得到上帝大大的赐福，会当伫基督教的家庭大汉。得到耶稣基督的引带，无拄到侪恶担当的代志，一世人拢会当伫教会上帝圣殿享受上帝恩典，服侍主。这敢毋是耶稣基督伊无条件的疼临到我的心上？若毋是上帝疼，我若今仔日出世伫其他宗教的家庭，出世伫别个国家，爱面对基督教信仰或者的迫害，我敢毋是无机会得到这款的恩典。所以，当我经历到上帝这个恩典甲疼的时阵，我就决定我要一生为主所采用，我要活出耶稣基督疼的性命。所以，我就真欢喜起来，开始思考我是毋是爱转变我人生的目标，甲我的方向，向着耶稣基督为我设定的这个人生的目标来迈进，来跑走。
最后献身为主所采用。所以我老爸老母拢讲，好好好工课毋做，安遮尔牙价啊吼，上空上芳安尼吼。所以即件代志嘛是甲咱证明一个代志，讲咱无啥物代志吼，毋通黑白想啦吼。想的吼，上帝对咱讲话吼，或者是可能叫咱去读神学院。所以这是我人生过程真大的改变甲突破。我找到我人生真正存在意义甲目标。总是保罗嘛，甲咱讲，兄弟姊妹，我无想讲家己已经得到，我只有专心一项，就是袂记咧背后的代志，拍拼追求头前的代志，向着目标直直走，为着要得到赏，就是上帝透过基督耶稣调我去领受迄个对顶面来的画命。各位兄弟姊妹，换位来讲，咱毋是因为家己已经洗礼，真做基督徒了后，咱就真靠势。可能咱毋是活靠即个世间的势力，总是咱的靠势是靠咱已经亲像使徒保罗所讲的，这犹太人认为家己已经行到礼，已经是上帝拣选的囝儿，因就掠家己做牢。所以咱嘛，毋是因为咱已经是受洗礼基督徒，咱就认为咱摕到天堂的门票，咱就会当啥物代志拢毋免做。咱千万毋好想讲，咱的一生就只有洗礼，就真做上帝囝儿，就有够业。咱千万毋通袂记哩，伫将来的审判，无论是有信主无信主的人，拢爱徛伫审判台前。咱就爱面对上帝的审问，因为地甲嘛有真侪假冒伪善的基督徒，地甲嘛有侪侪无照顾羊群的牧者，因受到上帝的审判。所以咱若无谨慎，无拍拼照着耶稣基督为咱设定的目标，就是这个大使命、大改变来行，咱的服侍就真容易亚善，咱的服侍就真容易真做形式化。咱逐礼拜来伫教会做礼拜，咱感觉讲有来做礼拜就好，咱有遵守11奉献就好，咱有做基督徒该做的这个礼仪就好。总是这拢是只是外表尔。咱若无活出真正耶稣基督伫咱生命改变的这款的生命，咱就只是一个空壳尔。保罗伫拄着主耶稣了后，伊重新设定伊人生的目标，伊无阁掠家己的身份甲学历做要紧。伊认为人生上大的目标，应该是爱一世人为着主耶稣来传扬福音。无嫌劳苦，基督徒若无去传福音，其实就是一个假冒伪善的基督徒，就亲像一个挂牌医生，无要去看病人。咱的教会若无要去传福音，就亲像开一间医生馆，外口摆一堆病人，咱的大门却关白白。医生护士拢伫病院内底泡茶开讲，咱的上帝看咧，敢袂生气，敢袂艰苦？敢袂幸福？我想，那这款的医生馆绝对是诈骗集团所开的，只有要趁钱，无要看病人。基督徒的生命若无活出生命改变的行为，其实就亲像安尼。咱若是只有家己享受耶稣基督的恩典救恩，咱却嘴暗暗，无要去甲人宣扬，咱就亲像这款挂牌的基督徒同款。咱就爱尽咱的气力，尽咱的一生为主传扬福音，毋是一天去拍网掠鱼，3天伫遐拍鱼网。忝啊，拄着困难，咱就放弃啊，咱就无要去做。保罗甲咱讲，咱就爱袂记哩背后的代志，拍拼追求头前的代志，向着目标直直走。咱看咱的人生。敢有亲像一个选手，为着终点的目标，咱迈尽咱的一生为主做工，为着要得到最后的这个奖赏。咱为主传福音的精神嘛，应该安尼。咱毋是慢慢啊行，有当时咱读这个台语，
会想讲往着即个目标直直行，其实毋是用行的，是爱用走的。因为咱毋知影咱后一口气敢会阁活着，咱毋知影今仔日做了礼拜了后，明仔载咱的世界会变做啥物？因为伫即个世间的变化遮尔大，灾难愈来愈侪，战争愈来愈频繁的过程，咱人活着的每一刻，拢是上帝互咱机会，互咱稳定，要为主做工。所以咱都爱学习保罗的精神，为着主，咱愿意卖尽咱的一生，为主传扬福音。会记得过去我所服侍的教会有几位长老，互我感觉真感动。一位林长老，伫伊信主了后，常常派大卡细卡的即个福音单张，伊会做版图去社区来分互厝边，伊就一边分版图，一边分即个福音单张，互即个厝边隔壁。伊无读信学院，总是伊拢用真简单的话语，甲遮个厝边头尾讲耶稣听你，招你来教会，来阮的教会做伙来做礼拜。虽然简单的一句话，总是无想到影响侪人。伫我伫教会服侍的过程，足侪兄弟姊妹拢讲，因会来教会是因为即个长老，伊无眠无日来传福音互伊，所以因受着感动。另外，阁有一位长老马长老，伊一世人甲家己的教会当作家己的厝。伫教会无牧师的期间，伊就逐工拢行路来伫教会，伫教会固守祈祷，拼教会的环境。记周报，就算后来教会有牧者了后，伊嘛犹原3工2暝就来伫教会，坐咧1楼，伫遐看圣经、祈祷、受培训、招呼人。所以教会厝边隔壁拢熟悉伊，拢知影即个人。当主日礼拜时阵，因为主日礼拜堂是伫2楼，即个长老伊嘛会讲甲招待的人讲恁着去楼顶做礼拜无要紧，1楼伊来顾就好。所以伫1楼负责招呼。一直到礼拜煞，伊无马上返去厝，伊着伫1楼，一直到所有的兄弟姊妹拢无用了服侍，返去厝，伊甲顺教会，甲教会门关起来，安尼，伊甲放心离开。这2位长老，一位伫我拄到教会无偌久来过身，另外一位伫我离开即个服侍教会了后，伫前一阵离开即个世间。因一世人活出分离不悔的性命，正做我本身甲教会侪兄弟姊妹性命改变的即个典范。因的家境并无富裕，因嘛无真悬的学历，无读啥物册，总是因一世人无追求财富名利，独独掠耶稣基督做因人生上大的价值。因往着基督的目标直直走，相信上帝一定大大赐福因永远活的性命。因的信仰嘛，正做后代这兄弟姊妹信仰传承真要紧的一个典范，正做一人性命改变的一个过程。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可能会感觉讲，伫咱现代传福音，咱拢讲爱效率。咱拢会讲爱有工具，拢爱讲有啥物方法。总是这2位长老因传福音的方式真简单，无用啥物款的方式，伊只有独独倚靠耶稣基督。可能咱即摆来看会互人起笑，总是因毋惊见笑，毋惊人起笑，因独独掠耶稣基督做因上大的人生的价值，因为安尼。对主专心传扬福音，来影响侪世代的兄弟姊妹来伫教会，侪厝边隔壁，特别是伫迄当时早期几十年前，遮的客家村民，因的信仰，既然会当因为安尼来愿意放弃家己祖先的这个崇拜，愿意来跟对主耶稣，因为因活出因上有价值的人生。所以，各位兄弟姊妹，我想最后要邀请大家
会当做伙来思考，嘛做伙来祈祷。咱的人生活到呾，咱是毋是已经找到家己人生的价值？咱人生上大的价值到底是啥物？是金钱吗？是才能吗？是关系吗？或者是一形式？咱的人生到底主耶稣来伫世间，要为咱所体恤的是啥物款的人生？有一句话讲：世界上无付袂出去的代价，只有看袂到的价值。咱愿意为着金钱，咱尽咱的一生，无眠无日的做工课。咱甘愿意为着看到耶稣基督为咱牺牲的疼，咱嘛愿意尽咱的一生为主活出基督的生命甲见证，伫咱的人生，伫咱的厝边隔壁，成做因的帮衬。当咱的人生可能有时会感觉野神，服侍会感觉无力。咱伫教会、聚会会感觉愈来愈无感受到耶稣基督。我想咱爱向主来祈祷，求主耶稣搁较大的疼临到咱的心上，互咱亲身感受到耶稣基督，伊为着咱，伊愿意牺牲伊家己无条件的这个疼。咱是毋是愿意为主奉献咱的一生？一世人为主服侍，无嫌劳苦。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阮知伫阮人生的过程中间，过去可能阮还袂认捌主，你甲阮的人生掠家己做中心，掠金钱关系做阮的主人。但如今，阮来伫教会，阮认捌主耶稣，阮愿意搁一摆来思考阮人生的方向。总是，阮嘛要向主来认罪悔改。伫阮信主过程的中间，可能侪年的过程，阮可能嘛掠家己成做基督徒的罪交，亲像保罗也袂拄着主耶稣进前。认为家己有真侪圣经的知识，认为家己信主侪年，已经得到上帝的救恩，却无拍算，无活出基督的活命，无照顾遮的孤儿寡妇，无因为实践耶稣基督的疼，互人的性命因为福音得到改变。阮干那伫教会内底享受基督的恩典，转去到厝，阮悠然过家己的生活。求主赦免阮，互阮会当搁一摆警醒家己的性命，亲像保罗性命的改变，亲像约伯无因为环境或者的灾害来埋怨上帝，亲像过去教会信仰的前辈，因无嫌劳苦，因无惊见笑，独独活出耶稣基督的性命。来影响侪人的性命的改变，求主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嘛会当亲捌见着主，亲捌来经历耶稣基督的疼，来活出人生真正的价值，成做正人的帮衬。阮安尼同心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免。请起你来吟回应的诗，生死诗532首。毋知咱有认主基督做上重要无？做伙来唱这首歌，当作对主的回应。
请坐，奉献咱请书献的同工。奉献是基督徒回应上主的疼痛，假使你毋捌奉献的意义，请先免奉献不要紧。阮同心来祈祷，阮伫天顶的爸，阮感谢你的祝福，阮的财富、能力、气力，拢是对你来的。我要我靠你活出有价值的人生，求你带领。阮奉献阮的金钱，为教会圣工所用，来荣耀你的名。愿你接纳，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请黄长老来报告。各位兄弟平安。在我们这个报告的本会消息前，有加2项事情，就是8月3号，礼拜天的11点半，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再来就是父亲节了。所以那一天有一个父亲节特别活动，所有的父亲去年应该都带过黑面膜，知道吧？就是那个活动的延续，请大家这个敬请期待，他们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我不知道，我也不能剧透啊。那第二件事情就是8月23号到24号孩子的升级营，请各位有孩子他们要升班的，请一起来报名来参加。那再来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消息，就是下周主日8月3号邀请马永年老师与两堂礼拜的讲道，内容是在家庭中塑造门徒。下午的时候还有1点到3点有讲座，是家庭信仰与传承，也是马永年老师跟梁婉华老师夫妇。报名者需要那个照顾小朋友的，请于7月27号前报名。第二点是下周6的8月2号晚上7点，在601教室召开小会，请本届的小会员拨冗出席，谢谢。接线掀开周报。第3点是本主日下晡12点半要举行美美有教师会。第7点嘛是今仔日下晡12点半是基要典礼课程，
上帝是阮的天父，请关心参加。第4点，阮图培育组举办圣经速读班，后个月开始，每拜二的阴暗要速读新旧约圣经一遍，来明白圣经的核心主题。请往文图培育组报名。第5点，有网络课程是对怀疑到相信，要训练1对1的传福音的门徒，请网络报名，也是对市瑞林长老来参考。咱有11月开始的基础课，拜1到拜3暗时7点半拢总8届，报名费是2600块，接续是装备课，拢总3摆，有较晚淡薄仔，7点半到10点。歹势，敢若有漏交一个，一个是第5点是公园学院要伫8月17日下晡来举办一个人工智慧入门的免费教学，讲师是咱的张清海执事。第1阶段是新示范，人数无限。那第2阶段是现场要实做，只有限12名，所以赶紧伫1楼填写报名表，也是讲事实来报名。第8点是新德区赞美操，9月2号到10月1號，每拜二下晡1點半，伫公園里的里民活動中心，課程費是每人1200塊。第8點是歹勢第9點，台灣實行院有一個包班的課程，羅馬書伫9月開始，每拜六的下晝啊9點半上課，會友有優待800塊。第10點，青少年家長的讀冊會為青少年立界線，伫後個月下晡3點，拜六的下晡3點聚會。第11點，本主任黃牧師代表公報社前往大溪教會。咱即馬時間交予賴牧師。伫遮補充幾點的報告吼。伫頂禮拜咱教會有舉辦一個歡送會吼，主要是歡送一個耀正執事因全家移民去愛爾蘭，閣有一個傅崇林傳道師受派去高雄的即個復興教會吼，對路德的即個所在。咱的敦雅神學生甲傳道師甲信友因翁仔某去客選的龍潭教會伫桃園遐。所以咱就是兄弟姊妹頂禮拜攏有參與，伫遮嘛感受到教會對咱的遮個同工的疼甲溫暖。若無參與到，有機會嘛會當去拜訪因，或者是有機會甲因閣繼續聯絡，祝福因的即個服侍過程吼。接續第2點是頂禮拜嘛有一個性別的禮拜吼，佇即個張玉成弟兄的府上，因翁仔某其實是住佇德東，攏是客家人，所以咱會當看到講上帝恩典是大大的即個祝福，互因即個家庭，伊講即個拜即個祖先即個偶像，原來有40幾年的時間啦，總是因洗禮決定要洗禮了後。伊就主動提出講，因要甲厝內遮個祖先的牌，閣有遮個神明的牌攏摕掉吼。總是無拍算講一開始伊翕的敢若是祖先的牌位吼，想講細細摕一個紙箱落就好，伊閣去甲因兜閣有即個壁圖，閣有即個神道吼，這北神道這足重的吼。最後阮會當處理就是甲伊迄牌拆掉吼，即個物件攏甲裝箱總是這個桌因講無要緊，因甲請人來清理吼，所以前幾工就攏已經清理好勢吼，嘛真感謝同工的參與吼，頂禮拜雨落足大的吼，用拼的吼，總是大家攏無嫌勞苦吼，安尼淋甲淡糊糊去甲因兜帶來因真大的即個
感动甲信心啦吼。伊就讲这物件伊全部拢要清掉，伊嘛无要卖互这二手的即个家具啦吼，啥伊就全部拢清甲空空。过来伊要油漆，佮定心甲这咱教会送互因的这牌啊，拢佮吊起嚟安尼。所以真做一个完全属于耶和华上帝的性别的家庭。所以毋望咱嘛当接到即个见证，咱会当互相鼓励，为着咱厝内还未信主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安尼嘛过来伫咱楼骹吼，今仔日应该有迄个太钢教会来预备即个水蜜桃啦吼。因为前一阵即个落雨啦吼啥拢滞销啦吼，所以毋望讲咱有机会当个甲因迄个鼓励吼为因来买安尼吼为着因的教会来祈祷以上报告。毋知佫有要补充报告的无？下面来吟祝福车肯的诗歌，新圣诗403首，请起立，咱请赖牧师来领唱。上帝疼痛，圣心的相通甲大甘霖，互阮无掠家己人生最要紧。阮愿意活出耶稣基督属乎的人生，掠耶稣基督做阮一生上大的宝贝。阮要为主传扬福音，直到主过来的迄天，讲阮是好，佮忠心的奴仆，通为主来通领受上帝的祝福。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免。